而家香港會受東北季候風影響呢，但到明天香港都會受東北季候風影響。到星期日，香港會轉吹偏東風啦。轉吹偏東風，基本上香港附近係會有雨落。一偏東風啦，上面北風啦，已形成什麼降雨區，形成一個降雨區啦。氣温到時候星期市區氣温係大約24度，新界唔排除會高2-3度啊。而到星期二26號星期四，香港會轉吹偏東風啦。轉吹偏東風之後，係有出偏南風入到嚟廣東內陸地區，形成好冇啊一條低壓槽。呢條低壓槽將會向南移動，影響廣東橫地區。但係香港天氣會轉吹大致多雲啦，有雨啊，甚至有薄霧出現啊。到時氣温會顯著下降，唔係到時候嗰條低壓槽可能化生成為冷風，會橫過廣東沿岸。